而家周街都係低頭一族，個個望住個芒，人性慢慢變得冷漠。我哋開始忽略身邊的人和事，有時都唔記得咗自己幾耐冇同人傾偈。妹妹想搵哥哥玩，但哥哥全程淨係望住部電話。細路仔伸出小手，想爸爸望下佢，但爸爸嘅眼只係望住嗰個發光嘅芒。大自然嘅美好一直都喺度等緊我哋，你有幾耐冇留意？夜晚嘅寧靜要用心先感受得到，放下手機先至可以睇到真實嘅世界。世界好大，唔喺手機入面。